嗱，各位朋友仔，近期咧想揾翻啲高品質並且有性價比嘅豪宅，今期嘅視頻真係唔好錯過。咁我而家咧就嚟咗我身後呢一個樓盤遠洋新天地。咁個位置咧係位於呢個中山嘅博愛七路呢一邊嘅，亦都係主城區嚟嘅。咁眾所周知啦，博愛七路周邊嘅樓盤以前基本上都要賣到2萬蚊一平方。咁我身後呢個樓盤當然啦，亦都賣到2萬2蚊一平方曾經，但係而家咧就基本上係屬於一個叫做清貨一個階段啦。單價低至11000蚊起就可以上車，並且係帶3500蚊一個豪華嘅裝修俾到你呢邊個，然後認證嚟噶，所以咧係冇任何嘅一個風險嘅。咁呢個位置咧去翻呢個深中通道嘅出口咧，只需要2-3分鐘嘅時間咧就去得到啦。所以你呢邊去到深圳過關翻香港，亦都會比較近嘅。加上咧呢個樓盤周邊仲有3大商圈線，分別呢個星河 Coco City 啦，以及遠洋啦，以及呢個富日城商圈嘅。加上呢個樓盤仲有埋呢個香港直通巴先嘅。嗱，廢話就唔多講啦，一齊上去睇睇先。OK， 咁上到嚟啦，嗱，咁先從呢咁大咁長嘅露台介紹起身先啦。咁呢邊嘅露台望出去咧，就會望翻我哋嘅圍合式嘅園林，並且咧會望翻呢個中軸園林嘅。咁我而家嘅位置係身處喺2樓嘅，咁咧係會零距離咁去親近大自然，可以同啲樹握手都 OK 嘅。咁當然啦，你覺得呢啲視野景觀唔 OK 嘅，可以選翻高啲嘅樓層。高啲樓層咧，望翻景觀嘅視野會更加之靚嘅。咁睇翻你個人嘅選擇啦。嗱，先講下呢個戶型先。咁呢個戶型係137方，做到4房2廳3個衛生間，證明咧會有2間套房嘅。咁先睇下呢個客廳先。咁呢度咧係橫廳咁樣去設計嘅。嗱，咁大家咧中意呢啲大平層嘅話，其實呢套單位咧真係唔好錯過。首先睇翻呢個橫廳，唔知你哋又中唔中意咧？咁嗰邊咧，嗱個客廳嘅位置係幅度係夠晒嘅，咁你放個75寸嘅電視都 OK 嘅，包括呢吊頂天花、中央空調全部都做好晒。咁中央空調咧都係用咗一流嘅大品牌嘅。咁呢邊咧就係你平時食飯嘅地方咧，你放張長台又得，圓台完全都冇問題。大家咧有冇留意到一樣嘢？呢間屋係咪成間屋嘅感覺好非常之通透？點解咧？因為有一整面嘅一個採光面，所以顯得成間屋咧係特別通透嘅。咁呢邊咧就廚房位置啦，廚房咧設計成 L 型嘅，並且帶一整面嘅一個窗嘅，所以呢個廚房係屬於明廚，以及呢邊咧放一個雙開門嘅冰箱，完全3開門都得噶，呢個空間夠晒。咁嘅3件套咧都係呢個交付標準嚟嘅。咁一入門口同大家講，呢啲玄關位全部都係做到頂，都係交付標準嚟噶啦。咁呢啲係定製嘅喎，係啊。咁呢邊咧就第一間房啦。嗱，你睇下第一間房，其實佢間房都唔細㗎。呢間房你做工作室或者做客房或者係做麻雀房，都係綽綽有餘嘅，以及呢度啲吊頂天花全部都係做好晒，都係呢個交付嘅一個標準嚟嘅。咁再同大家講下啦，咁呢度周邊咧一共有3大商圈嘅，分別係遠洋商圈啦、富日城商圈啦，以及呢個星河 Coco City 商圈嘅。咁呢度咧就第2間房，第2間房咧就係呢個套房嘅位置。當然啦，套房肯定預留俾你屋企人長輩住啦，係咪先？咁呢個3邊落床2個床頭嘅，咁呢邊個位置咧做埋衣櫃都完全 OK 嘅。咁再褪翻出嚟啦，先講翻呢邊先。咁呢個咧就係屬於3段式嘅一個工位，並且咧都係大窗嘅，整體嘅空間完全都冇問題啦。咁再褪翻出嚟啦，呢間房咧就建議留俾細蚊仔住啦，因為呢間房係屬於細房，細房都可以做到3邊落床，證明咩？空間非常之大咯。咁最後啦，就嚟到主人套房呢個位置，你睇下呢啲空間，放張2米嘅大床，塞2個大嘅床頭櫃，都空間夠晒，綽綽有餘。咁呢邊咧仲做埋呢個步入式嘅衣帽間啦，有埋梳妝台啦。咁呢啲全部都係呢個定製，都係做好晒，都係交付標準嚟嘅。大咗裝修嘅好處咧，後期唔需要再有啲乜嘢煩惱再搞裝修，即係買啲家私電器直接俾你住就 OK 噶啦。咁呢邊咧就呢個3段式嘅洗手間啦，並且呢個智能馬桶咧都係送俾你嘅，包括呢啲櫃位，你反正你睇到所有嘢基本上都係交付標準，除咗可以喐得嘅嘢。嗱，
大家覺得呢一間嘅大平層，呢一間豪宅點樣呢？如果感興趣嘅朋友呢，下方評論區3個6，我發啲資料俾你睇。